小姐，轩辕剑到手了，这里危险，我们走。好，走走。陶静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哪里亏待过你？我让你成为黑风寨的少主，再过10日，你将成为3界的少主，你却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背叛我，伤我的心呐！陶静，你真的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师父的大恩大德，陶静没齿难忘。陶静也想跟随师父建功立业，名扬天下。你背叛我！你背叛我，就是为了这个狐狸精吗？我和小倩还有小环从小一起长大，亲如兄妹。聂伯母待我如此，整个狐族就如同我的亲人。师父，我敬重你，但我同样也珍惜他们。那天你让我带兵围剿狐族的时候，你是否想过我心里的感受？聂伯母死了，你知道我有多难受。明知道小倩和小环他们是来报仇的，我一面要保住他们的性命，一面不想让他们伤害你。你可有体会到我的无奈呢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成大事者怎么可以有妇人之仁呢？这不是妇人之仁，这是每个人该珍惜的一份感情。人也好，妖也好，权力也好，才势也罢，皆不如守着一份真爱。这一切都是小环教我的。本来我想和他隐姓埋名，白头到老，可是你，又是你！虽然你亲手把我抚养成人，但你也亲手毁了我的幸福。不仅如此，你还想毁掉更多人的幸福。就算不为小环，不为聂伯母，不为狐族，就为3界的苍生，我今天也要把你除掉。这是我活下去唯一该做的事情。放肆！放肆！师父，既然我选择了这条路，我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。只不过，小倩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连累你了。要不是我，你早就和宁采臣远走高飞了。如果3界落入这个魔头之手，就算我们走到海角天涯，也无济于事。恐怕今天就是我陶静的死期。我死以后，你要把我和小环合葬，我们生不同眠，死也要同穴。陶静哥，你别说丧气话，我们一起冲出去。你知道的，我们不可能全身而退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让你活着离开这里。好个狂妄小子！不要妄想，有我在此，你们休想活着出去！师父虽然武功高强，天下无敌，可你别忘了我手中的轩辕剑。纵使不可以保全自己，但也可以一搏吧。陶静啊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还是那么的幼稚。轩辕神剑威力无穷，我能够让你这么轻易的得到吗？拥有轩辕剑者可以一统3界，那是古人的一个谎言。在你的手上，只不过是一把生了锈的破剑。你才天真！你以为这么几句话就可以唬住我们？倘若轩辕剑一鸣不闻，你又何必大费周章的四处寻找他？因为他是
三界至高无上的象征。我拥有轩辕神剑，那就是三界之神，在你们的手里，只是废铁一块。不可能！你不过想骗我束手就擒，我不会上当。无论如何，今天我一定让小妾活着离开这里。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。给我把陶晋拿下！怎么会这样？什么轩辕神剑，不过是废铁一块，连主人的话都不信。陶晋，你真是自找死路！哼！少主，你快走，快走啊！穿山甲，你真是何苦啊？少主待我恩重如山，如今少主有难，我就是拼上这条命也要保护少主。穿山甲，真是找死！穿山甲！穿山甲！少主，快走！穿山甲！穿山甲！小心！小心，快走！不行，李彩晨在等你，快走啊！不行不要一直有事。陶晋，陶晋，陶晋，你为什么总是和我为敌？一定要落到如此田地才甘心吗？陶晋，师父，我求你了，你放过三界众生，我不想有人重蹈我的覆辙，让他们饱受生离死别之苦。我更不想师父你落入万劫不复之地。陶晋，陶晋，你以为你死了，我就会放过他们吗？不！我要背叛我黑风的人，成为你的陪葬品！呀！
界盟主驾到。参见盟主，我等代表3界各派众生，恭喜盟主寻得神剑，一统3界。起来吧。谢盟主。各位，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盟主顺天应人，成为3界之主，乃是我3界众生之福。有了盟主的英明领导，相信3界一定会焕然一新呐。俗话说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本盟主初登此大位，第一件事就是要为3界重新立一个法度。令则行，禁则止，政之所期也。盟主重塑法度，我等愿洗耳恭听。3界之内，秩序严明，尊者为友，反者为敌。凡不遵从盟主号令者，杀无赦；凡扰乱3界秩序者，杀无赦。各位，意下如何？怎么都不赞成吗？不敢。盟主英明，我等谨遵盟主法旨。谨遵盟主法旨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属要听令。属下在。我封你为总头领，负责清剿3界之内不肯归顺的叛徒。各门各派尽力协助，不得有误。属下听令。姥姥，都搜过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跑得比老鼠还快，去别的地方搜。是，走。麦风筝喽！快点，菜姐！快点走，快点，快点！快走！别磨磨蹭蹭的，快点！说你呢，干什么呢？快点，走啊！快点！干什么呢？磨磨蹭蹭的，快点！走！有没有人看？快点！还不快点！走！快！这帮畜生！怎么，伤口又疼了？没有，比起陶庆哥，这算不了什么。小千，彩晨，外面情况如何？说要带着各大门派围捕玄真观和反对黑风的正义之士，他们被折磨的不成人形了。这帮畜生，太没人性了！大事不妙了，师兄，什么事？各大门派纷纷来报，黑风派人清剿反对力量，五岳、衡山派都已遭到了毒手。不仅如此，玄真观在山下的避居地也遭到了围剿。黑风寨这帮恶魔是见人就杀，手段十分残忍。再这样下去，恐怕3界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。咱跟他们拼了！哎呀，就咱们这些人去了也是白白送死。哎呀，在这儿等着有用吗？啊，不拼怎么行？你们有办法吗？说出来啊！如果能夺回轩辕剑，也许可以扭转乾坤。黑风寨的守卫非常森严，凭我们的力量，强攻夺剑又谈何容易啊！就算被我们夺到神剑，也未必有用啊！什么意思？我和陶庆哥偷到神剑，本来以为可以用它来制服黑风，可是没有想到，神剑却真如黑风所言，像是一块生了锈的废铁。像这样的神剑，对我们一点用处都没有啊！那怎么办？宁大哥，你还记不记得那次我们回到1000年前，曾经亲眼见到宁定公前辈用神剑打败了黑风？按理说，虽然长埋墓穴1000年，但神剑的威力也断不至于丧失。也许是我们没有找到门道。什么门道不门道？听我出个主意，
咱们这么着，咱们想个办法，把黑风老妖单独的给他引出来。他身边没有人，咱们呢就一哄而上，就算弄不死他，也能把神剑给夺到手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啊，话是这么说啊，可今时不同往日，黑风的功力大增，就算我等联手，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啊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拼死一搏吧。就是，三界眼看就要落入魔爪了，我们只能奋起抗争，倒不如拼上一把，不就是一死吗？大不了我们就一死。好，贫道能与各位共生死，也算不枉此生。就让我们共同为三界尽最后一份心力。3日之后，天空出现日月同辉的异象，届时天地万物都将受到神力影响。希望我们能借助神力克制黑风，能否拯救三界众生，就看这次了。不除黑风，誓不罢休。对，不除黑风，誓不罢休。起来，别打我！走，快起来，别动我！快走！小声点，快走，走，快点！老妖婆！你们这几个缩头乌龟，躲起来算什么本事？有种的都给我出来！出来呀！你们背后暗算什么本事？对付什么样的人，就该用什么样的手段。告诉你，越挣扎越紧。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出腰绳。很好。最近他们还老实吗？回禀主人，3界之内，黑风令所到之处，无不闻风丧胆，莫敢不从。这些奇珍异宝啊，都是各派的帮主掌门专门送给你，孝敬你的。这些人不见棺材不掉泪呀，不让他们吃点苦，就不知道我们的厉害。告诉树妖姥姥，继续清剿叛徒，让那些心存反叛的人看看，这就是他们的下场。是，下去吧。是。启禀主人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？树姥姥被燕赤霞等人抓走了。他们声称，说，他们口口声声说要主人拿神剑去换，否则树姥姥性命难保啊！主人，一群跳梁小丑，已经给逼疯了，想利用树妖姥姥的性命来抵挡我的千秋大业吗？主人，看在姥姥多年来为黑风寨立下不少汗马功劳，还请主人救命啊！求求主人！哭什么？我有说过不救他吗？陶晋，你想让更多的人为你陪葬吗？那很好，我就让他们看看轩辕神剑的真正面目。
师兄，你看，来了！主人，主人救我！主人救我！救我呀！黑风老妖，你一向心狠手辣，连自己的养子都可以杀，居然会为了一个树妖冒险，真是难得。你说的没错，我来，因为危险的不是我，而是你们。黑风，你休得猖狂！你暴虐无道，残害三界正义之士，今天在这里要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对，交代，就凭你们，也未免太不自量力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省得我到处去找。今日在这里一次处理干净。少废话！黑风，你杀了血魔大哥，还有罗刹镇那么多的弟兄，今天我要替他们报仇。黑风已经恢复元气，功力大增，大家要小心。你们都给我去死吧！师兄，这么下去不是办法。众弟子听令，赴天地神作战。是。你这个老树妖，每次都让你跑掉了。你说今天我会放过你吗？呸！你们都会死的，你才会死的！鼠妖，就算你为我尽忠了。黑风，你简直禽兽不如！禽兽不如？你们是正人君子，你们口口声声说替天行道，其实还不是和我一样，都想成为三界的盟主？你们这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凭什么来指责我？三界六道各安其位，和睦相处，这是千百年来不变的法则。你蓄意挑起事端，残害无辜，事到如今，你居然还在狡辩！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你们不反抗，自然就没有杀戮。这些人不是我害死的，是因你们而死的。呸！你这个黑风老妖怪，满嘴都是歪理邪说。今天我们一定要除掉你这个老妖怪，替那些无辜死去的人报仇雪恨，还大家一个公道。公道，我就是公道。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，谁也别想活着离开。看你们如何把我杀了！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宁大哥，当时你我真情流露，神剑才得以现世。如今你我只有合二为一，神剑必能重现威力。合二为一？啊！小倩，这……小倩，你怎么样？宁大哥，你现在体内有我的元丹，我们已经合二为一。我相信，有我们坚贞不渝的爱情，再加上你有宁家人的血脉，一定可以让神剑重振雄威。宁大哥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！那你怎么办？不要管我，你快走！小倩，快走啊！小倩，走！黑风，我宁氏后人宁采臣，今天替宁家祖先，替天下苍生，除掉你这个祸害！小倩，小倩，你醒醒啊！小倩，你醒醒啊！小倩，小倩，黑风已经被我们给杀死了，你快醒醒啊！小倩，小倩，你醒醒！小倩，小倩，你醒醒啊！小倩，小倩，你醒醒！小倩，小倩，黑风被我们打败了，小倩，你快醒醒啊！小倩，我们赢了。早知道你失去元丹会是这个样子，我一定不会答应的。小倩，你快醒醒啊！啊，小倩，小倩，大哥，小倩，宁大哥，小倩和你不是说好了吗？宁愿牺牲小爱，也要拯救三界，不是你的错。不，是我的错。我宁可牺牲的人是我。袁道长，你度我修行，引我成正果，我让你失望了。不，
这条是你自己选择的路。所谓正果，其实也不过如此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对我多年的教诲，还有你对我的厚爱，小倩都明白。只是感情之事，不是我能控制的。你不要说了，我都懂。不过我相信，你现在已经找到了新的人生意义。严姑娘，小倩，严姑娘，我要对你说一声对不起，因为你一定伤了不少心，请你一定要幸福。小倩，小倩，答应我，不要离开我好吗？宁大哥，我心里最放不下的人就是你。对不起，我答应了和你厮守，一起听雨，可这些约定，小倩都无法兑现了。宁大哥，你不要怪我。不，小倩，你答应我的事情，你一定要做的，否则我不会原谅你的，小倩。你不会的，你的心地那么善良，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。林大哥，轩辕剑在你手中苏醒，你有责任，小倩，用它造福三界，听见了吗，林大哥？林大哥，你不要挂念我，小倩会在另一个世界为你。不要离开我，林大哥。小倩，我爱你，小倩。小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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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倩。宁大哥，不要难过了。今生小倩不能与你相守，但是我们的爱却是万世不变的。我们一定还会再相见的，无论是千年、万年，甚至是万万年，我们都一定还会再相遇、再相爱的。宁公子，别太难过了。我作为修道之人，有责任普度众生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帮你找到小倩，助她修成正果。保重。男人婆，你还是在那发呆干嘛？
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神仙姐姐，你是来救我的是吗？我并不是什么神仙姐姐，我叫聂小倩，是只狐妖。看来也只有回到1000年前，那才能查明真相。与其不明不白的成为小倩姑娘的仇人，我宁愿冒一次险，查明真相。如果宁家确实有负于聂家的话，小倩姑娘可以随时取我的性命，彩成我无怨无悔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不打紧的，只是崴了一下。不行的，万一受伤了怎么办？让我看一下。如果1000年以前我们不是仇人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不要！小倩！在我们俩掉落悬崖的那一刻，我还以为我们这辈子就完了，可真没想到，我们俩竟然活了下来，还成了一对情侣。是你的不离不弃，一直陪着我；是你让我丢掉了拐杖，继续向前走。没有你，也就没有我的今天。妖怪！彩晨，彩晨，娘，不好了！小倩，怎么了？她不是人，她是狐狸，她是狐妖。宁大哥，人妖有别，你我注定不会有结果的，不如趁早了断。我不管你是人也好，妖也好，我喜欢的只有你。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从今往后，不管遇到什么风风雨雨，还是受了什么委屈，都不要离开我，好吗？你太让我失望了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。你走，你走！小倩，我宁采臣对天发誓，在我的心里，只有一个聂小倩。你早就已经占据了我的心，再也容不下任何人。娘，帮我！我想，他一定是受到了惊吓，错手误杀了娘。他一定也很自责，你就原谅他吧。大真大哥，你杀了我娘还不够，你还要杀月容吗？我知道你恨我，所有人都不相信是你杀了我娘，可我却执迷不悟，都怪我一时情急。我们经历了那么多，也有过误会，但幸好迷途知返了，这次也一样。不管别人说什么，只要你说的，我都会听。只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。命运有的时候就是爱捉弄人。我本来明明是来杀你的，可最后却爱上了你。